人生最重要嘅係做好自己，任何不切實際嘅幻想只會帶嚟痛苦。你越執着控制嘅嘢，就越容易陷入焦慮同埋失落。憂愁同焦慮係生命中最大嘅殺手，佢會令你停滯不前，消耗精力，甚至將原本美好嘅時光變得沉重。其實痛苦嚟自內心嘅空虛。當你無所事事、寂寞孤單，你就會胡思亂想，甚至影響身心健康。但當你內心夠充實，每一日有目標、有方向，忙碌到無懈多想，你會發現根本冇時間去焦慮。與其沉溺不安，不如專注自己，豐富生活，讓內心變得更加強大。因為充實自己先至係最佳嘅良藥。我是明月，關注我，從新從覺醒開始。